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2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高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昨昏开始8天的欧洲行程。这是伊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了后头一摆去欧洲，伊第一站去意大利。前香港政治创党的主席罗冠聪知影了后，随赶去意大利，伫外交部门口口举牌啊抗议，呼吁国际社会爱支持香港，甲香港徛到阵。流亡海外前香港政治总统主席罗冠聪，25家意大利国会议员最近提标语，行伫意大利外交部门口，赶伫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尤甲中国外长王毅会面进程，提出香港的人权问题，希望迪马尤支持香港。We urge the Foreign Minister Damio to address Hong Kong problems and the human rights violation to China during their dialogue, because this is important that we're not only we're expressing our opinion from the Parliament, but also from the governments. We need to stick to a strong point of view. 罗冠聪伫咧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意大利外交部内面也开始两国外长的会面，讨论伫咧意大利推出新世代5G技术。因过罗冠聪警告华为等中国企业会对西方造成威胁。迪马尤伫记者会讲，会密切观察港版国安法的影响。Quanto riguarda la questione di Hong Kong, ho ribadito che insieme a tutti i nostri partner europei abbiamo sottolineato come la stabilità e la prosperità. 正伫咧中美关系紧张的时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拄离开欧洲，王毅就来，防止美国建立联合抗中的跨大西洋联合战线，尤其是5G加半导体技术。王毅也伫咧会后针对香港议题做回应。当然，我们也本着互不干涉的精神，就香港事务简要的交换了意见。我告诉外长先生，中国制定香港国安法，是为了弥补香港多年来没有安全法律的漏洞。王毅伫咧欧洲8天，会去访问5个国家。第一站意大利了，所期去荷兰、挪威、法国加德国，9月初1登去中国。这是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了，王毅第一次访问欧洲。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国的官方媒体日时发布战神轰炸机的影片，目的是要宣传中国的战机外强拄外勇，甚至佫强调讲解放军介意和平，袂生事惹事。另外，针对最近台海的局势较紧张，咱的国军冒风声讲，即马要派 F-16的战机去平湖。中国官方媒体最近佫扩大对外宣传，解放军部日时发布影片。宣传家己做的轰六 K 战神轰炸机、挂火控系统、供电转塔、甲夜间轰炸，拢可以灭倒，还佫会当挂各种的炸弹。另外，新疆军区武术组织公开4个月新训驾驶员培训成果，继续扩展军力。虽然战神在手，但我们爱好和平，绝不主动惹事。千万别惹我！解放军嘴讲绝对袂主动起事，不过中国军机2-3天就来射台湾，经过台海中线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国军严格监控，若有紧急的情形，像发现敌机后壁还佫有军机的队伍，空军作战指挥部无排除向国防部申请第1级的作战准备。比如说已经遭受到攻击，那么我们在这个判断上已经确定他对我有明确的一个攻击行为或者是威胁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评估行使自卫权，并且在获得授权之后来执行。台海局势无稳定，前海军后勤中将监测强分析，若是两岸开战，平湖甲东沙岛会是中国头一个攻占的目标。尤其是平湖，因为离中国敢若150公里，若是去互夺走，解放军伫平湖设导弹，射程的范围包括台湾全岛。国军传出要改派 F-16战机驻防伫平湖，争取加6分钟空防的时间。关于兵力的运用以及这个配置因为是涉到我们的一个作战的规划，那么不便在这边做详细的说明。长程的反舰飞弹跟相关的火力掩护之下，所以如果说中共要对于澎湖跟东沙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可能要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而且可能不会成功。因应南海敌情的威胁，国军证实头一届派做 M 无人机进驻东沙甲太平岛，即时掌握附近的海空域。也若美军上新的战场侦察机阿提米斯，一礼拜3届出现伫台海4个位啊。中国智库公开讲，
阿提米斯25飞去东沙岛东北东平，学者指出，美军这个行动是针对中国伫咧活动海峡军演，这篇监控甲收集情报。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台湾的外交阁有新的突破，外交部是宣布讲，咱要伫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设办事处。外交部伫咧开福主管督设馆新设非洲索马利兰代表处了后，佮宣布要伫咧法国南部的观光大市埃克斯普罗旺斯市来设驻普罗旺斯的台北办事处。若是安尼，法国嘛加做台湾伫咧欧洲、伫咧英国、德国、瑞士了后，第4个有超过一个办事处的国家。驻普罗旺斯台北办事处作为驻法代表处在南法区域的一个办公室，未来2个处将密切的协调合作，为我国人以及旅法的侨胞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并加强化台法双方的经贸、科技产业等交流。埃克斯是普罗旺斯地区人口第4个城市，毋但地理真方便，阁有真侪历史建筑，有千泉之城的称号。薰衣草田嘛写真侪观光客来。毋过外交部原本想要规划代表处地点是里昂甲马赛，但是最后甲法国讨论了，决定伫咧普罗旺斯。学者分析讲，这是为着要减少政治问题。那中国是睁大眼睛在看法国跟台湾的外交关系的发展。那我认为说，选择艾克斯避开马赛跟里昂，会降低它的政治敏感性。那对双边、对台湾跟法国的未来关系发展是比较有正面的。张福昌分析，法国一向拢认为讲甲中国真好，佮加上即卖是疫情伫咧滚假的期间，增加设馆处的消息其实真秘密，因为大家讲去互阻挡。即届成功伫咧普罗旺斯新设代表处，嘛是外交的突破。外交部是表示，2016年到2019年，台湾去法国旅游的成长幅度是要到62%，法国来台湾的人数嘛成长要30%，相信将来会当继续深化台湾法国的友谊甲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咱来看军图。目前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有一个低气压，无排除会变风台，后礼拜会向北行向台湾东部的海面，也毋过变数也阁真济，爱继续观察。另外，这2天咱台湾是透西南风，今日明仔载气象局有针对这方面的中南部发布大雷雨也是豪雨特报。台南、高雄目前累积雨量已经200毫米。若澎湖甲金门嘛是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所在是侪云，过头了后有西北风。伫温度的方面，中南部高温是31度到33度，其他所在高温是34度以上。若北基、新竹、花东高温会升到36度。昨昏大台北甲花莲就测到38度的高温，乡亲今仔日嘛爱洗衣。受疫情影响，无法度出国，佮加上政府山拿开放这政策，所以真侪民众即马是选择去爬山，毋过嘛造成山难的案件有增加。有专家就表示讲，开放自本是好意，毋过若准民众无经过专业的训练，无做好准备，行山路等于嘛是行险路。受伤的登山客送上去咧直升机，行路还阁拜拜。这是发生伫咧24台中和平区南湖大山的救援事件。迄当阵9个人做伙去爬山，其中一个团员出现高山症，空气直升机赶紧甲患者载去花莲互医生看。另外一件是伫和平区杏岭山附近，有民众爬山了后身体无爽快，甲消防局报案。像北一段、北二段都是有一些断崖地形的部分哦，这个部分可能在通过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些安全哦。台中市消防局表示，根据上新的统计，山区救援的案件明显增加。以台中市和平区来看，8月14到24，伫咧和平区北一段、南湖大山南方的登山步道，还有南湖大山等等的所在，拢总有9件救援的任务，救出9个登山客，大部分拢是骨断去、高山症或者是外伤。因为山上的气候多变化，那你不能够用一般我们的旅游的行程来想你要去爬山的那个地方的气候。除了台中市和平区南投的玉山，7月份就有10件山区的事故，嘛是遮侪年来上济。登山团体指出，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袂当出国，加上热天的高温，民众较去爬山是主要的原因。若政府宣布开放山林，虽然增加民众接近大自然的机会，不过民众普遍对登山的相关知识也是无够。很多原本没有在登山的人，那他也上山了。那登山教育这一块，它本身就缺乏。对啊，很多那种网红都把它拍成就是上山就是耍废啊，然后就是很欢乐啊，他没有把登山的风险
辛苦的那一面给呈现出来。范成峰表示，开放山林的政策虽然动机袂歹，不过民众对爬山欠缺山林相关教育，嘛无够了解爬山需要的专业训练甲认知。除了建立训练机制，登山客本身嘛要有相当的体力甲求生的机能，才会当避免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科技业台积电昨昏宣布各项先进的制定技术开发的进度，毋但5奈米的产量是赢世界，3奈米制定的开发嘛下预期。台积电嘛正式讲，2奈米的制定生产的基地会留伫新竹，目前证券厂的土地正在敲切。来看《苹果日报》。进前骗过前总统陈水扁的少年家黄琦，洪即马掠着讲，伊今仔是香港大好野人李嘉诚的秘书，向翠暗大厂中卫公司诈骗10万的翠暗，甲100盒酒精棉。嘛今仔是艺人张清芳甲伊的前翁宋学仁的下骹手人去敲台大病院的病床。检方查出伊一个人有10外角色，有查甫有查某，已经骗上亿。检方依照诈欺罪改起诉。来看联合报，为着振兴国内的观光，交通部伫7月份的时有推出安心旅游补助，拄好拄到即马的休热，所以国内旅游是大爆发，钱已经用到要打底。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到8月中已经有超过400万人去参加，资本是变39亿，即马只剩3亿。本地讲补助会行到10月底，不过即马无排除伫9月份就要动点。中国上海甲呾已经发生2站对咱台湾过去的旅客互验出病毒。昨昏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经过确诊，第2例是一个70外岁住伫南部的附近人，甲伊接触的有33个人，目前有14个人验出来拢阴性。中国上海进前传出第2例台湾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经过确认，这病是台湾籍70外岁女性，伊8月15坐飞机去上海，入境的时阵采检是阴性，了后去防疫旅馆检疫，伊开始出现脑痛等等的症状，搁一个采检是阳性抓确诊，已经送去病院隔离治疗当中。若是指挥中心嘛，紧急提出伊伫咧台湾的33个接触者，其中有14个亲友核酸检测是阴性。这14位我们已经做了这个核酸检测都是阴性。那另外血清抗体的部分也检测了，但是还没有完成。指挥中心表示，个案伫咧台湾的期间是独居，活动的范围主要伫咧南部，因为身体无好，大部分拢伫咧厝里休困。根据了解，个案出国进前捌甲亲友接饭翻送，嘛捌因为手术住病院。目前14个亲友是来做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当地评估病院的接触者，敢是需要采检。若是第1例伫台湾入境上海确诊的国校的查甫囡仔，已经解除隔离，敢是假阳性，中国无说明。我们也有写进去问，那他们陆方有回信，陆方没有回信有关这位的一个判读的问题。指挥中心强调讲，个案的感染源抑搁伫咧调查当中，到底是伫咧台湾还是上海感染的几率是一半一半。疫情调查嘛搁伫咧进行当中，希望透过接触者来检测，来评估敢是对台湾社区传播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大公卫学院甲中华县的卫生局做万人血清抗体体检，资本公司昨昏要公布，所以临时临了话庭。卫生部长陈时中是表示讲，这份体检的结果对疫情是有帮助的，无应该空白，应该对外公布。25拜2这天原本是中华万人血清抗体体检结果对外公布日子，所以伫咧顶一日法暂停。卫福部长陈时中认为讲，万人血清抗体研究计划进行过程当中，相关研究者一直对外发言，受到各界注意。不过即马研究做了对外说明说一直延，伊呼吁研究者袂当伫咧这时阵空白。前端已经引发社会很多的讨论跟争议，那反而现在来盖牌，让社会更多的争议跟讨论，那是没有必要的。陈时中证实，卫福部收到部分的报告，不过指挥中心袂当代替第三者来说明，呼吁研究者对外说明较清楚。针对参加计划研究的台大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回应讲，这届做血清调查拢有照伦理法则来进行，但是照学术研究准则，必须通过公备审查了才发表。但是指挥中心认为讲，甲疫情有关系真要紧，会当介入协调来提早公布。如果说今天这是属于重大疫情，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能够由所谓的这个中央指挥中心来协调，大家来公布这个疫情，帮助我们这个彰化县卫生局。
国际疫情伫咧关卡，香港证实一个33岁查甫人3月份确诊武汉肺炎，好去了8月初佫去互感染。卫福部长陈时中嘛认为，这就拿像伫讲武汉肺炎可能像流感共款。流感怎么样做一些防疫哈？那相关的疫苗怎么样施打？哈，都有一些既有的经验。好，不过我们只是说有这样的可能性。好，那当然各种可能性也在我们这样一个模拟的范围之内。外界烦恼讲，进入秋冬了后，武汉肺炎甲流感会做伙大流行。疾管署是表示，防疫重点也是落实边境的管制，佮有检疫措施。若是疾管署嘛，准备600多万剂流感的公费疫苗，10月份开始对外来注射。抗病毒药物是有317.4万人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滚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383万例，而且有81万人死亡。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目前计共487例。中国的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有4700多例。日本超过64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95万例，巴西超过362万例，伫印度超过316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42万例，英国超过32万例，伫法国是超过28万例。来关心日本东京昨昏新增加182个确定病例，而且最近感染者拢是少年家较侪。若伫南韩甲西班牙是拢出现感染源恶吹现象。日本东京都2月新增确诊182例，连2天加过200例。官员表示，最近新增确诊病例中，约6成的年纪是伫20至30岁。火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表示，过去2礼拜，逐礼拜确诊数拢有较降，死亡率也为5月的6%到7月降到10.7%。专家建议游玩爱保持警觉，9月底前唔通举行超过5000人的大型活动。南韩到2月份前新增确诊280例，虽然比21到23连续3天超过300例好一点啊，也毋过感染的方式不明，病例增加，无度排除佮爆发大规模传染的可能性。伫要开学校教育部宣布，首尔仁川京畿道中小学甲幼儿园自8月26到9月11该线顶授课。总统文在寅要求强化社交距离规范甲隔离系统等防疫措施。 지금 단계에서 막아내지 못한다면 사회적 거리두기 3단계로 격상될 수밖에 없습니다. 일상이 정지되고 일자리가 무너지며 실로 막대한 경제 타격을 감내해야 합니다. 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主席托拉里斯宣布，禁止10人以上的群聚，并且对这个区50万名学生体检，目的是为着伫9月中旬航园中心开放前，阻止疫情扩散。西班牙卫生部迄天通报，过去3天来新增确诊数19000例，累计超过40万例，并且事件不明感染源正在全国扩散中。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伫机场风头毒药昏迷，送去德国治疗，目前已经无危险啊！若德国的病院是验出讲伊的身体内有一种神经毒剂，有影是互人下毒，这个可能性真悬。因为俄罗斯是伫头背回讲，伊会是因为家己伊的血糖伤低才会昏去。 纳瓦尼伫咧机场啉一杯茶，上飞机了就人无爽快，一直唱歌。 尾啊！伫咧飞机顶的便所人昏去，飞机降落到鄂姆斯克，甲伊送病急救。因过负责治疗纳瓦尼的鄂姆斯克病院对外讲，相关症状是因为血糖伤低造成代谢失调，毋是中毒。2天了才同意甲纳瓦尼转到德国治疗。德国病一做检测发现，纳瓦尼是因为打击酶抑制剂某一种活性物质中毒。这种抑制剂会干扰神经甲肌肉之间的传导。 作用是伫咧呼吸系统，会互人昏去。德国总理梅克尔要求俄罗斯详细调查。Sie korrigieren darf. Der Verdacht ist ja nicht, dass Herr Nawalny sich ernsthaft vergiftet hat, sondern dass jemand Herrn Nawalny ernsthaft vergiftet hat, wofür es leider in der jüngeren russischen Geschichte den ein oder anderen Beispielfall gibt. Deswegen nimmt die Welt, denke ich, diesen Verdacht sehr ernst. 面对国际舆论的压力，鄂姆斯克病院出面发文案。 强调医护人员尽心尽力救治纳瓦尼，而且伫咧各国做的检测拢无发现毒物。Абсолютно, которые не могут никак быть правдой, и скорее являются таким около
И от двух лабораторий, Томская, Московская, о том, что химико-токсикологических веществ, которые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расценить как яды или как продукты действия яда. 国际社會懷疑，主要是俄羅斯進前就予人指控下毒。2006年，俄國嘅前情報員李維寧科喺英國予人用放射性毒素殺害。2018年，俄國嘅間諜斯科里帕爾老爸查某囝2個人攏喺英國遭到神經毒劑攻擊，大家攏懷疑凶手是莫斯科政府。記者綜合報道。泰國反政府的示威也在炭燒，即嘛燒到社群媒體，並且因為和泰國政府施壓，24時甲即進入泰國嘅流亡學者企業設立社團甲封起來，因為這個社團長期攏要求王室愛改革，而且比重已經有上百萬人，並且安尼做雖引起泰國人不滿，規氣成立新的社團，才無幾工嘅時間，比重已經超過67萬人。定定以阮國方式出現一個抗議場合，流亡日本嘅泰國學者拍回成立支持改革王室嘅 FB 社團，有100萬成員。因為泰國政府嘅壓力 ，FB 臨時封鎖喺泰國嘅網友入去這個社團。I was extremely upset and then angry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I know that these people they were also fighting alongside me. Okay, maybe might be in a different context, in a different situation, but they know what I am standing for. Basically,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to be able to express so freely, and they are now become a part of those people who blocking this. 拍回目前喺京都大學嘅東南亞研究中心做助理教授，世界成立名叫做保皇黨持執嘅封閉 FB 社團，但王室嘅成員內容攏無禁忌。泰國數位部長喺月中要求 FB 遵守法律，15天內剔除侮辱王室嘅言論，講要以電腦犯罪法對 FB 採取法律行動。FB 封鎖泰國 IP 入去這個社團了，拍回也做反擊，成立新嘅社團，2天就超過67萬人。Okay, people said that if they want to close it down again, then I'll set up another group because I am free, I can do it, you know. So if this is, you know, to promote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n I would do. 拍回講 ，FB 加獨裁政權合作，阻礙民主發展，政府喺泰國培養威權主義。泰國憲法明定，袂用批評王室嘅成員，那違反嘅上關會讓處15年嘅徒刑。模範君主罪名也是最近幾個嘅泰國校園喺抗議聲中，認為需要改革嘅訴求之一。受到各界指責嘅 FB 是發表聲明，強調 FB 致力一個保護並且捍衛網絡使用者嘅權益，準備要告泰國。記者綜合報道。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咱做回來看世界。美國嘅共和黨全大會第2天，喺中東訪問嘅國務卿蓬佩奧透過影片發表演說，這是對手拜登嘅競選辦公室批評講，無採人民嘅公款有濫權嘅嫌疑。世界3大藝術影展之一嘅柏林影展宣布講，對明年2021年開始，要取消表演獎內底嘅男女銀杏獎，無要閣分查甫查某，未來嘛無影帝影后，只有最佳主角甲最佳配角。來看中國做嘅武漢肺炎試劑日頭出包，瑞典閣傳出甲好人驗甲變患者，而且有3700人攏安尼。瑞典要求中國愛改善，嘛講唔若引起買着，真濟國家攏有買。來關心捷克嘅訪問團8月30要到台灣，9月7日要訪問咱嘅立法院，因有受中國嘅施壓。上新嘅消息是，歐洲議會甲美國、加拿大、澳洲計共有68個國會議員拜節時發表國際聯署，譴責中國，呼籲民主國家嘅領導人要站出來表現團結。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奇甲布拉格市長赫茲普30日帶90人嘅代表團來訪問台灣，9月7日埋訪問立法院，開始國會外交。因為訪問團嘅人數真濟，立法院提關防疫規格，25進行流程演練。當港都翕相，還閣無共門出入，甚至是使用便所，攏會採用台灣捷克分流。最後的名單可能是在90位左右，那會到立法院來訪問的這個貴賓總共大概是35人，合照的時候也是台階分開，然後我們會有一定的距離。我們包括議場裡面的廁所設施，我們都會分流。
当然要兼顾国际礼仪，但是我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进行这一次的这个所有行程。参访一讲，立法院买送予维特奇议长纪念品，包括国会外交英语以及奖章，会创第一届伫咧国内颁予非邦交国议长的纪录，买照台湾立法院议事推。所做的镀合金电镀铜的艺术推一支，象征两国民主法治的精神。立法院长尤锡坤嘛指出，维特奇议长伫咧捷克的地位真重要，敢若差总统一点仔，针对伊唔惊多方的压力来台湾访问，表达尊敬甲欢迎。不为强权打压，也无惧内部一些行政力量对他的挫折。那所以我是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勇敢。外交部表示，维特奇集团所坐专机会伫咧30早起11点到松山机场，毋过原本规划讲要走回来，已经过身的捷克参议长关家乐的太太，因为健康的原因需要休困，所以即届无法度来。9月7日，维特奇会伫立法院发表45分钟的演说。总统府嘛表示，传闻总统预计伫咧9月3日早起，伫咧总统府接见捷克的访问团，蔡总统嘛推荐关家乐得奖大秀庆婚勋章。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陈其迈昨昏头一摆主持市政会议，嘛针对前市长韩国瑜所提出的政策做全盘改革，伊嘛鼓励少年家参与国际事务。甲写字的唱比起来，高雄市长陈其迈上任了后的第2天，头一届主持市政会议，讨论桥头科学园区等等的议题。清查看起来，甲前市长韩国瑜淡薄仔相像，毋过两个人对市政的想法煞无啥共款。这个我已经交办这个教育局谢局长原则上我们希望说年轻人能够有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也能够有更多的国际的视野那我们希望这个范围能够更普遍。针对韩国瑜任内提出满天星的计划，陈其迈表示，希望影响的范围会当更较普遍，所以会做调整。毋但安尼，其他韩国瑜任内提出的政策，伊嘛有规划，亲像是举办大港开唱。甲联合台南甲屏东重新启动南方区域的地理平台，拢是推翻进前的政策。敢若有路边专案会继续执行，也若真侪人咧讨论的爱情摩天轮，陈其迈表示，还阁爱评估。高雄市的预算真的不是很充裕，那你每一年还要再拨出这6000万的经费，但是只是受惠是只有少部分100个人受惠，那这样子对其他的人来讲是不太公平的。鼓励高雄大专院校的学生，甲高雄市公教经销人员出国进修的满天星计划，可能会有变化。教师团体是表示赞成，希望新市长会当阁做检讨，建议甲经费放伫双语教育，和资源分配阁较平均。我们希望陈其迈市长对于轻轨2街的新建，要兼顾居民的心声、用路人的安全，还有整个城市的发展。那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定是强调讲，伫咧执行轻铁第2阶段的时阵，要甲当地的市民好好沟通，尊重民意。无论进前的政策是要继续执行，也是有变化。陈其迈一个上任，就随做全盘的革新，想办法用2年的时间回应高雄市民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中港要改建引起市民的抗议。针对台中港外港区扩建的计划，第2阶段的环评甲公听会伫昨昏举行。那市民不满抗议，环保团体嘛反对。公听会现场，来自香港的市民情绪激动，反对为着台电 LNG 专家停靠综合会，要扩建风波第1架综合会码头。伫公听会现场，港务公司人员也想要解释规个外港区扩建计划。伫台中港区作业市民反对之下，宣告流会。市民反对的理由是，禁区区的范围会变大，而且航行的时间甲作业的时长也会往外海塞，影响渔获收入。防波堤要扩充到3海里左右嘛，那我们肯定要到4、5海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去作业了啊。台中区议会总干事赵朝松解释，台中港自建港以来，攻击渔民原有的掠鱼作业海域，渔民看渔定被压缩，这一摆袂当阁停洋。估计扩建计划会影响900多只渔船的生活。你这个朗堤又造起来，我就又要绕道，里面又更严格，一直毛博区又一直扩充，那人家渔民就讲那你干脆一直扩充到大陆去好了。台中港务分公司指出，营养台电电气机组将伫2025到2026年上线，方便载运天然气的 LNG 船困化综合会进行扩建工程。那我们要兼顾这个经济以及环保。据我所知，市政府这边打算在明年110年的部分，针对回馈的比例
专案来检讨。25下到公听会现场，环保团体也到场共款反对这个扩建计划，因为会影响到北海地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白海豚现在剩下64只，那大概50以上都会经过这边。台电甲台中港部分公司共同开发的外港区扩建计划，影响范围主要是沿台中港20多公里的海岸线，希望将被挖沙到3里外的区合作业出发，还有 LA 之船入港时需要进行动态回避，希望烦恼生活将大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泰鲁阁的水陆国道山壁顶有一个100年的观音像，那亲像风破坏，观音妈的面有伤痕。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即马表示讲，会用任何的名单去追查，看啥人才恶质。新上的面容清澈，却也互人袂无去注意到大面积杂乱的白色口痕，就像大花面。泰鲁阁水陆国道山壁的100年观音神像，疑似被车队经过的向导发现，出现技术认为破坏痕迹。整个脸容上半部几乎都被刮花了，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珍惜爱。新上由来爱追溯到日本的大正时期，1914年，日本人甲原住民发生泰鲁阁战役了后，日本人为了统治甲交通需求，当用原住民以所谓对外方式，伫断崖徛壁，行向开挖水陆国道，却牺牲真侪族人性命。1917年，为了祈求平安，日本人也顺势开挖出观音神像，到达已经103年的历史，也是水陆国道开放了后，游客一定爱来所在。它的路的宽度大约是90到1公尺左右，就是离这个神像应该是有一点祈求走这个古道的人都能够平安。这边的美景真的超级霹雳美的，怎么会去想到要破坏这个观音像？真的是连想都想不到的，而且这是多少我们原住民的生命换来的。国内旅行社有领队知影神像风破坏，感觉气愤，因为水陆国道采取人员定制。台管处表示，会追查最近的人员名单，若讲确定是条故意破坏，将依国家公园法罚3000。应该给予重罚，让他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不过有游客认为罚款袂听袂涨，人员也是爱发挥自律精神，守护这处泰鲁阁国家公园境内唯一的史迹保存区。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食甲楼、学甲楼，台中的外埔区卫生所规划手机的课程，由大学生来教老大人安怎用手机啊，安怎耍手机啊。阿公阿嬷一耍嘛调的，才知影讲为什么即马少年家手机啊冒条条。相片翕了，人乃变做土啊！原来是阿嬷咧学耍手机仔的软体。台中市外埔区的卫生所甲亚洲大学做伙合作，推出甲长辈使用手机仔的课程，老大人拢感觉真心实。很有趣，对，因为之前都不会。对啊。讲真趣味。啥那个？因为阮老岁人都袂晓，啊，定看囡仔咧摕手机仔摕啊，拢唔放，拢定甲骂，讲目睭爱顾。结果阮今日家算了，嘛，我真趣味。为着互长辈对时间，这个课程嘛邀请亚洲大学的学生做讲师。学生表示，真欢喜看到老大人挑战新的事物。教长辈他们使用手机一些拍照功能，然后修图，其实还蛮开心的啊，就是看到他们愿意继续来跟我们一起上这种3C 的课程。那接触他们以往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年轻人沟通的时候，他需要用到很多的一个科技部分。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来带动他们跟家里的一个互动。这个课程唔但通学新的物件，也会当和少年辈距离愈较近，生活嘛更较精彩。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的环球科技大学有一个脑性麻痹的学生，虽讲伊的行动无方便，也毋过伊真介意看册，伊一年去借册借3400多本。为着鼓励学生有阅读的好习惯，云林环球科大图书馆为2014年开始举办阅读奖学金，鼓励学生借册，摕到第1名好成绩的学生，伊的身份真特别。我们来自于就是环球科技大学的视觉传达设计系，现在是大3升大4。我们来自这里已经学习借用了这个图书馆，我们学习认知的非常的丰富，认识了非常的很多的字。
那看到这样的同学能够虽然身体有很多的障碍，但是他也很努力来认真的借阅来求知欲这是我们感到非常非常高兴的。这位同学虽然有脑性麻痹，行动无方便，当然甲人沟通拢真困难，但是伊真爱阅读，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图书馆。环球科大嘛表示，学校图书馆有多元的图书资源，希望透过阅读培养学生思考加创造力。就是从书中里面，他去找到很多的疑问或者是一些答案的话呢，对于他日后呢，在这个学习上呢，可能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创造力或是思考力。那所以我们是不断的一直就是能够提供奖学金来，就是希望学生能够不断的来阅读。然后为什么会喜欢来图书馆？因为图书馆这里的藏书量非常丰富，上面4楼还设有研究小间，我们可以借书之后就上去阅读，然后在阅读的同时，也可以复习我们当天的课业。有丰富册本独立的阅读空间，提供学生无同的需求，嘛希望透过阅读，让囡仔会当培养独立的思考，充实家己，扩展视野。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已经全面开放外国学生会使拢总转来台湾读册啊！有的学生囡仔是真期待，也毋过嘛有外国学生发现讲，防疫旅馆的介绍变悬，敢要随转来也得考虑。期待回来台湾总算有希望。印尼侨生新生菲尤娜接到学校的通知，刷考出来。我们也超级很感动，因为终于可以返台就学，追求我们的梦想。我们也希望全数能够顺利返台，以及安全抵达台湾。希望挂到9月中开学。菲尤娜讲，防疫旅馆一暗爱2000至2500，有一寡负担，一定会配合大入去。也毋过也是最后才开放的6星巨星张东学讲，收到校方通知，防疫旅馆一暗爱2500至3500，上济4万9，敢是这个时阵提出申请，含伫两难。然后回去成本那么高。然后我想着在这儿写论文吧，但是也会担心，那谁知道冬天这个疫情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两岸关系到时候是什么情况。反正犹豫中偏休学。因为教育部已经发函，后来宿舍9月初了后未当提供检疫，经外省反来调将地区防疫旅馆需求增加。也毋过以台所在为例，原本7、8月一暗2000，9月了后，答案调成2314天落来爱加付4000支。学校向业者询问回应，原来是中央的防疫旅馆补贴特别用完，像台北甲桃园9月了后无补贴，小可起以反映成本。9000间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旅馆可以来做这方面的提供因应。那教育部也将各县市的这个防疫旅馆的联系窗口提供给各大学。有防疫旅馆起价潘文忠表示，指挥中心提供的检疫空间有够，将会向交通部等单位争取。指挥中心目前提拨的500床，也有一寡空间会当予大学申请，会继续甲指挥中心协调提拨。记者综合报道。有台湾第一代著名号的李克强是日本时代就真出名的台湾作家。伊后生伫昨昏8月25日，伊老爸做生日这天，甲因爸爸在世的手稿甲日记，全部拢捐予台湾文学馆。台湾作家李克强的日记，对家属的手头交予台湾文学馆的馆长，已经保管70担的手稿日记。家属愿意捐出来，文学馆真感谢。那以亲情甲这个物件来讲起来吼，这个物件应该较重的啦，所以我就决定讲，要甲这个物件捐予迄个文学馆。观测活动的现场，李克强的5位后生甲查某囝拢来参加。拄好8月25号这天是因爸爸的生日记，这本日记是伊唯一留落来也未出版的作品，因为其他已经全部带入途中。甲保持册啊，拢惊留迄个册会出代志，啊无代志。我甲阮大兄斗，我都要会记。台山我甲破水。李克强是台湾日本时代重要的作家，伊留落来侪侪文学音乐的创作。毋过，伊为着理想加入地下组织，最后伫个陆区基地受难。迄当阵，伊才36岁。这本用日文写的日记，是伊对昭和17年，也就是1942年开始记录伫个东京的生活，嘛为个人的心情甲文学思想的变化。伫个日记内面写真侪物件伫个内面，甲包括伊甲别人的交陪，甲其他文学家、音乐家，所以即个
日记内面记真侪重要的代志，而且佫一个手稿，手稿是独一无二的，无第二件。其实家属进前嘛捌捐出离翕录的结婚相片等等的文物，伫个文学馆收好保存，嘛已经提供日记的影印原稿，互台湾文学馆出版。即届家属进一步将日记捐予文学馆，互民众有机会会使亲目看到文学家的手笔。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台南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教育部逐年拢会举办闽汉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今年虽讲拄到疫情，但过考试的人数无受影响，有13800多人去报考，是有史以来上侪一摆。叫一车啊海贝，你头毛喙笑白，老口角噶。听老师讲一句，对伊念一句，学台语的声调也练读台文字。当着袂晓的词类和述语句，就用红笔甲画起来，再佮用英语伫边仔做笔记。今年25岁，美国加州人严天玲受朋友的鼓励，头摆考教育部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就挑战上困难的4级。迄个是讲讲实在是对我技术来困难，提供听讲人，我真希望去挑战，去做迄款我即马可能袂晓做的，毋过经过迄个经验了后，我都有更加这知识。毋但美国人来考，包括 YouTube 网络名人蔡阿嘉和伊的太太李白，也有伫咧台湾生活14年，也主持台语节目的法国人吉雷米，今年也过来自我测试。去年我过考试1届我较有把握，应该会过啦。因为我爱台湾，我是希望台湾的本土语言会当活落去啊。逐年教育部拢会举办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今年虽望碰到疫情，不过考生人数超过13000人，是开办这10年来上介侪人来考的一道。这道拢总有13866个，这么侪，这是有史以来上介侪一档。10几岁高中生来考4级的认证，迄4级是上关级的，A 级嘛有足少岁囡仔读幼稚园的囡仔都来考啊。台语老师讲，对考生的人数，也有真侪无共年岁人有来考，通看会出整个社会对学台语的风气有提高。不过，对教育部这项考试名称，什么时阵会当正名，老师也提出伊的看法。咱这个语言的名称吼，几若100年来吼，民间拢直接就改叫做台语台湾话。吼，像我囡仔时代就讲，讲台湾话，唱台语歌。咱国家语言发展法内面语言名称先定义。互咱这个话有一个正式的名称，这个这步做好了后，后壁的工课就拢继续对咧做，像讲教育部的书典，甲咱考试的名称，拢会当对咧改。但这项考试什么时阵会当有家己的名，就要看接落来文化部开会结果如何，才通知影。记者阿敏金、小桂林台北报道。那12年，国民教育的新课纲去年实施，甲本土语言伫做国考的必修。国中甲高中是选修，结果真侪囡仔伫国校学6档的台语，毋过到国中台语却无啥认同。主要问题就是咱台语教育到中学就出现断层。学生比手势自然念出台语的声调，这是台南海淀国中老师替这班7年的学生先复习声调，为8月闽南语认证考试准备。不过学生上有兴趣的是刷落来分组搬戏。搬是课本的文章，学生透过搬戏运用生活中的台语。我换你现话，来点来。多谢老师坏你。目前台南市的国中台语是单程课程，不过大多数的学校拢是用社团的方式，让学生选修。海淀国中是少数学校7年全部每礼拜1节课。我就是感觉你就是爱互囡仔有信心，互囡仔感觉讲我就算讲了无偌好，不过接连我喙就会练转啊嘛，所以因就会接接讲。迄当阵感觉台语做无聊，无啥物意思。国中
老师较趣味。我讲话较认真啊，阮母也伫甲我笑讲，啊你变甲遐认真，啊我要安怎笑你？学生拢讲家己的台语有进步，学校甲老师为了鼓励学生，每当拢会带队报名闽南语的认证，团体报名人数拢是全国第一。今年海淀国中报名369人，又搁创下新纪录。阮有足侪项比赛，包括戏剧的比赛，包括小小解说员的比赛，啊，当然阮拢会互相斗帮战啦，互相斗帮战。所以伫阮学校内底，应该讲起来是整个的这个气氛，都有重视。王秀琴老师认为，伫台南是对教育局开始重视母语，嘛会办足侪比赛。毋过嘛爱校长有同款的理念，才会使互台语变成学校的特色。只是海淀是特殊的案例，伫高雄嘛只有少数的国中甲台语纳入单成课程。阴汤还是食迄个肉羹的时阵，伊拢会放伫咧内底，但是有一寡人无啥敢会食，这是一种菜，盐水。这是光华国中台语社学生伫算你讲我摇，摇着学生搁爱用台语造句，其实这是社团这学期的考试。阿公阿妈拢会讲台语，然后因拢讲阮大汉就无会讲啊，会袂记哩。光华国中台语社每礼拜2节课，因为名额有限，只有第一志愿的人才会使加入。像阮有辅导老师啦，或者是讲艺术的老师，因平常时咧上课拢用台语啊。安尼对因来讲，无一定就是这课。除了台语社，光华国中晓寒晓热，下课了后拢有台语的演习课，渐渐来提升学生的台语能力。伫现有的环境下，像这的国中专科老师的热情推杀台语，也毋过母语的学习毋是1节课、2节课的问题。上重要的是爱有学习的动机甲环境，台语教育才会使真正有效果。记者陈家军、刘维佐南部报道。在咧关心世界上女性的权益，最近伫以色列甲巴西拢发生案情正特殊性侵害案件，这是引起因国内心共会倒，各地头真侪民众拢走上街头抗议。上千名民众伫咧耶路撒冷抗议女性遭到性暴力。最近有一位16岁少女去以色列红海度假地艾拉特旅游，甲朋友出去啉酒，转去饭店了，互30几个人集体性侵害，引起全国愤怒。以色列伫咧过去5年，恐怖性侵案件增加4成，逐天拢有260名女性受害。不过9成案件最后拢煞去，无人受到法律的制裁。这边的案件发生了，民间抗议声音正大。罢工示威，要求甲歹徒抓起来制裁。We are expecting the law authorities to take action and give the proper punishment and look for justice in the system. 社群网站也伫咧讨论这位受害少女，予伊压力正大。辅导团体希望外界莫对佫造成二度伤害。שלומה מטבע הדברים קשה מאוד, היא במצב נפשי לא פשוט. אנחנו מלווים אותה ותומכים בה בליווי רשויות הרווחה וכל הגורמים הרלוונטיים. 另外，伫巴西有一名妇女为着争取权益，到国会头前抗议，要求政府甲摕囡仔合法化。原因是有一位10岁查某囡仔和阿姐性侵害了有心，不过巴西是天主教国家，严格限制摕囡仔。E porque isso coloca de novo na pauta do dia a necessidade de a gente lutar pela legalização do aborto, não só pela sua descriminalização, porque obviamente ele não pode ser crime, mas também para defender que o aborto seja legal, seguro e gratuito. 要这个10岁查某囡仔由法院准许将囡仔摕掉，即嘛是阿公阿嬷伫咧家己照顾，涉嫌性侵伊的阿姐也已经被逮捕。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真侪国家的疫情摊翻头，部分的原因是少年家激放放，一放令就去夜店，就去开 party。这世界卫生组织即马就讲，爱互少年人重视疫情这件代志，这才是阻挡病毒上重要的关键。上千位少年人伫咧巴黎公园开 party， 拢无挂水烟，大家拢活正活伫咧喊声跳舞。这是最近几礼拜进行，防疫封锁放零了。翕正久的少年人就规定人办活动。Je dis, on vous met à disposition toutes les mesures nécessaires si vous voulez vous protéger. Et si vous voulez pas, c'est votre souci, c'est vous qui êtes grand quoi.
加伫咧电视镜头前讲这种话，是因为这款主办单位未因为防疫疏失面对法律责任。更加害的是，怎么看全世界各国，真侪少年人对防疫工作拢无伫咧先导。虽然少年人若感染，大部分症状拢正轻微，或者是无症状，抑过共款的传染互别人。巴黎疫情虽然伫咧6月进前慢慢有变较好，抑过过去2个月各项指标拢出现恶化。市府正拍算要规定，至少包括商业街、塞纳河边、公园加一寡户外市场，抑有真侪民众的排队的户外场所拢爱挂水烟，天气热嘛共款。 Places like New Zealand, Taiwan, I think Scotland is getting very close to almost eliminating community transmission.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then it becomes a lot more feasible to reopen the economy. 美国医学会小儿科学期刊进前刊登芝加哥小儿传染病专家希尔德·萨金特教授的研究讲，5岁以下囡仔鼻腔内面的新冠病毒基因遗传物质量是大人甲大汉囡仔的10倍到100倍。 这代表细汉囡仔可能是较重要的传染驱动力。这个目前普遍认为，细汉囡仔的动静率较低，也较袂传染病毒的观点无同。想早恢复面对面教学，会互老师学生拢有危险。记者综合报道。电影《即刻救援》的男主角英国的演员连恩尼逊。 即阵啊，有新的作品，是甲伊甲伊后生做伙拍电影。电影内底，因是演一对关系疏离的爸仔囝，伫处理太太遗产的时，爸仔囝才互相熟悉。伫戏中是安尼演的，啊，若伫正港的人生当中，因的故事嘛要讲。 Why are you selling it? Jack's memories of the house are not so good. I heard about your mother, Jack. I'm sorry. 另一年选伫咧夜看手娜塔莎·理查逊，伫加拿大国际艺馆过身10年了，接到詹姆斯·达西送来新剧本《后一站托斯卡尼》。本来达西要家己演戏内的后生杰克，因过尼逊向伊推荐，互伊家己的后生迈克·理查逊演这个角色。戏内戏外拢是爸仔囝，戏内戏外拢拄着失去亲人的痛苦，袂输迄句话：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And we had to let go of a family home that I grew up in and Mom grew up in, where I felt very close to her. So reading the script was like, what? This is so weird. Like, surely Mom has a hand at like what? It was so cathartic, but there was a healing process taking place. Let's put it that way. 同款是演员的詹姆斯·达西这本剧本是伫咧娜塔莎·理查逊发生意外进前就写好。 And I thought we could get a pretty insulting note back saying, how dare you send him a script like that? And actually it was completely the opposite. Everyone lets everyone down at some point. How you come back from that? That's romance. 这部伫暑假推出的浪漫喜剧，拄好拄着新冠病毒侵袭全世界。另一年讯爸仔囝伫接受访问时阵讲，希望这部电影会当互大家带来希望。A light-hearted dramedy. Rom-com. You know, and it's important to say we have each other. We have to help each other. We have to be together. 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西南风增强，中南部有较强的对流在发展，较到落青光雨。伫部分的县市嘛，已经传出淹水的灾情。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家己县市、台南、高雄、屏东5个所在发布大水豪特报。住伫地势较低乡亲一定爱细致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 中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温度上低29度，上悬31度；东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9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大家拢知影我的四界算嘛真爱出国。咱今仔日要绍介就是去外国，早回转来国内卖走水。走水汉字写做走水，罗马字写做子奥走，子尾水，走甲水拢是第二条。台湾是海洋国家，四边拢是海。自古以来，国际贸易就一直真加野，加野就是生理真好的意思啦。走水甲走私拢是甲货为外国再入来国内卖，不过两种方式无啥相同。走私是违法的，有时较大尾的，可能就会甲海产挂钩。若走水，就是过去有一寡人会靠因特殊的背景关系去国外买物件转来卖，因为毋是透过正式的进口程序，通常量会较少，有时嘛会软法有芳，毋免扣税，计数加真俗。透过走水买转来的物件叫做水货，也是走货。靠走水趁钱的人叫做走水客，也是走水贩仔。来哦来哦，要买手巾仔就来遮紧，遮的货绝对上头顶。姊啊，你唔通搁伫遐变，水敢唔知影要安怎敬心？这吼1000唔免3条，算你500就好。过去国际上交通也无遐利便，想要用水货，拢着去港口附近的委托行。当穿的时，还未开门吼，外口就排规排啊，生意是真好呢。不过，即马出国真方便，真侪人拢会家己走一抓，也是拜托拄好要出国的亲戚朋友，斗早物件转来，委托行就渐渐啊无人去交关啊。溜、走水、加野、走私、扣税、水货、走水客、委托行。那麻烦别人载物件转来，一两行啊细项的就好，才袂互亲戚朋友哦讲甲皮皮喘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喂，乌生，你敢是明仔载要出国啊？嘿，我买吼，麻烦你甲我买吼，香水、胃药啊、保养品、牛奶粉，还有吹风机，嘿，还有电视机、冰箱。